下一位黃毓民議員。嗱，我即係想問一個問題，好簡單嘅啫。嗱，我哋要理解，亦都認同，即係話你喺文件裏邊第7至11段裏邊提到嗰個困難。但係呢啲咁嘅困難咧，相對嚟講對嗰個投票啊選舉嗰個有比較大啲嘅影響，對點票嘅影響係相對輕微嘅，係嘛？啊，咁嗱，即係雖然要出現押後選舉投票或者點票機會，其實都唔大嘅。但既然你要未雨綢繆，咁你就有必要解釋一下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接納咗你嘅建議，或者你又即係要將佢改成咁，要真係去執行嘅話，咁係咪你7至11段提到嘅困難就全部係迎刃而解咧？請問，李主任，係多謝主席。喺7至11段咧，就係解釋到就係如果我哋喺2天之內要舉行呢個押後咗選舉嘅話咧，係存在一定嘅困難喺度。咁我可以講第7段先。第7段係講係有關場地。如果真係容許我哋喺14天之內去押後舉辦呢個押後咗個選舉嘅話咧，起碼我哋有2個星期天去做一個即係多啲彈性去作出有關安排。咁喺場地嗰度嗰個安排上邊咧，一定會有個彈性喺度，因為原本而家譬如我哋好多學校都可以喺星期天都可以俾我哋借出嚟做投票站或者點票站噶嘛。咁即係話，如果真係我哋有呢個彈性嘅話咧，我哋有信心係可以租用翻咁多原本我哋訂立譬如500幾個場地咧，作為呢個投票站同埋點票站之用嘅。咁至於係工作人員安排咧，咁呢個都唔多唔少都一定有個未知之數，因為其實咧我哋喺招募我哋譬如以往立法會選舉裏邊咧有2萬幾個工作人員，咁我哋招募個期間裏邊咧，我哋都會叫佢話俾我哋聽，如果真係要押後選舉，譬如押後去到星期2或者星期天，佢哋嗰個係可唔可以係幫我哋做呢啲選舉工作咧？咁我哋都有個預算嘅。咁當然啦，有啲同事咧會係只係可以喺第1個星期天幫手，第2個星期天咧佢未必可能會返到工。咁人數上咧係會有少少嘅出入嘅。咁但係大致上咧，如果你話喺投票方面咧，我哋有信心都可以有足夠嘅工作人員可以招募到返嚟。咁至於第3咧，其實就係一個喺應變上嗰個策劃嘅考慮，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出現一啲具關鍵性即係不妥當嘅事故嘅話咧，其實我哋唔知咩叫依類事故以前未出現過，我亦都唔知係呢個事故個性質係咩嘢啊。但係如果係2天之內咧，其實有好大情況出現咧，就係2天之內基本上解決唔到呢啲具關鍵性不妥當嘅事故。咁所以而家呢個修例安排，希望喺呢方面呢就減低呢方面嘅風險。因為如果真係話個法例規定咗2天之內去舉辦，而係個事故亦喺2天之內都解決唔到嘅話呢，基本上會出現一個好大嘅操作嘅問題出現嚇。